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权阿群妹。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料又有好食的蔬菜。这个蔬菜其实像我係冇理解，可能對有個蔬菜來講，就會吃到有一些些成分。講到老雞啊，可能會想到太海老雞啊、北埔老雞啊，一道大家就當地，還個了解就青島熱氣嘅一道蔬菜。唔過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按到虎口老雞，還個啲啊老雞地都有一間客家嘅後生人佢自家開嘅一間披薩店哦。實際來分享，今日有請到嘅來賓梁山人分享。大家好，我是梁山人，今天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分享虎口老街的故事。哦，分享小梁嘛，對不對？嘿，大家都懂叫喊小梁，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叫我小梁。哦，小梁，今日要來同大家分享，小梁係唔係虎口嘅客家人，係新豐嘅客家人。新豐。係新豐嘅客家人，唔過佢啊啲啊虎口老街開一間披薩店。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嘅，因為像我就可能對虎口老街冇乜嘅熟悉，就會知道虎口老街有乜嘅好搞誒。跟先請小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虎口老街嘅蔬菜，一般來講大家都去了嘛，該有什麼特色？虎口老街的話，它比較特別是它是台灣保存最好的老街。哦。對，那還有一個是說它比較特別的話，是大部分人會逛廟口。那有個三元宮，也是三元宮。對，三元宮它是3級古蹟。哦。對，那比較可惜的話是大部分人只會逛到150公尺，因為後半段接近教堂的地方比較安靜。哦，嗰時候一條虎口老街有一間三元宮，沒有一間高筒，是分別在兩端。對對對。哦，同一條街上。哦，都在老街上。然後大家都撩就是三元宮給剪。對，就比較少走到後面那一段來。哦，那這個老街你剛剛說它的歷史也很悠久，它大概是哪一個年代是它最繁榮的時候啊？它其實清朝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那時候劉銘傳蓋火車站，台灣第一條鐵路從基隆到新竹，那有經過虎口。哦。對，那以前的虎口站就是現在的天主通。哦，給用石頭給片啊，同樣它虎口誒。現在後來才搬走。所以不是現在那個虎口，對，才會變成虎口老街，因為曾經繁華，後來沒落就變老街了。原來是這樣，古時候係講對呀歷史嘅頭牌嘅古蹟啦，亦都建築有興趣嘅話，真係做得去行行亮亮。因為剛剛沒有看到那種相片，其實它那個整個建築都很有味道，而且我覺得保留得很好哎。一向沒有什麼太多的翻新或改造，對，因為大部分老街是都是重新蓋過的。那虎口老街是因為當初他們是租地蓋房子。哦，對，租地，誰跟誰租地蓋房子？外面的人跟老街的地主租地蓋房子。古時候這片這種是遊戲的東道府嘅，然後到現在一直都保存得很好。那為什麼我們剛剛一直會講到呀天主堂，就會引力啊，小梁嘅店誒，其實就是在天主堂的裡面。那唐公有懂人去到虎口老街，想講我要找這個小梁的披薩店，怎麼東找西找我都找不到。來講一下。因為一開始我們跟別人說我們在天主堂的隔壁，大家在老街清半天都找不到。後來我們說在教堂裡面，然後大家都不相信。後來走上去才看到，原來這裡有一個披薩店。所以你講像呀，看到相片，我行上嘅樓台當個，要走上那個樓梯，這樣看得到nhà嘅店。所以它其實不算在天主堂的順風，係啲夾嘅整個園區的裡面。嗰時候聽說貼上嘅台牌，這樣看得到小梁家的嘅店名度。那而且有的店名嘅名誒，知道蠻可愛的，叫做小窩口。對，這麼個很多要這名嘅喏。因為虎口以前的舊地名叫台埔口，大窩口。台埔口叫大窩口。對，所以後來我們就取名叫小窩口。那大窩口的意思其實是因為虎口的地形是一個山凹地形，三面環山，一個開口。哦，三面環山，一個開口。對，所以從教堂往前面看是看不到山的。然後那邊是開口，它是開口的地方。對，然後後面都是山，所以來虎口也可以去後山爬山。桐花季的時候，很多桐花會開。哇！對，那大窩口有個說法是台埔口，翻成中文就變成大虎口。
然后日剧的时候是把名字简化，所以把大去掉变虎口，所以虎口没有湖也找不到湖，就是现在的虎口。对对对。哦，哎，好像懂得梯名都会按呢吼，就是有湖，但其实地形是没有湖的，然后可能是像一个盆地或者是凹地的感觉。对。对，那你为什么要取小？因为呢，做人还是要谦虚一点啊。中文字很特别，就是有一个字叫做臭，字大一点就是臭，所以我们就取小窝口。好可爱啊，字大一点就是臭，所以我们就取名叫小窝口。哦，清神七后，之后黑嘞东神七个一类后上瘾，就是对这个湖口老街也研究也非常的深，然后也对这个地方的认识非常的多，然后也很特别的，可以都要填住同底度，这个蛮奇妙的，因为你也不是湖口人，刚刚有讲到你黑信丰人嘛，啊不过来到湖口，总嘛该可以都要高同底度。你是教徒吗？也不是，也不是。最一开始是因为跟湖口有缘分，是高中的时候读湖口高中。哦。那后来是当兵的时候接触厨房，然后有兴趣，退伍之后才做吃的。那个时候大概那个窑烤披萨很流行，才去学。然后学了3个月之后，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他也想要盖一个窑，做面包、做披萨，他就在网络上问有没有人会做。那时候我才刚学3个月，原本想说找老师，可是3个月学不到什么，所以就。你说，那老师是想要找一个像是教练的概念嘛？找一个他想要就是做一个高中生服务性质的社团，所以也希望做一个烤面包、烤披萨这样子。对，但是因为老师也不会，所以他就在网络上问。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披萨店上班，原本想说去找老师，可是3个月也学不到什么，所以也帮不了老师，所以我就没有找老师。后来又隔了3年要开店，就要一个窑，然后问到以前那个老湖口的村长有没有认识会做窑的，他就说老湖口天主堂有一个窑没人用，看你要不要来看。我才因为这件事才到老湖口天主堂。这么刚好。对，那后来那个窑因为不能用，所以最后拆掉了。那不能用哦。对，但是那个窑呢，应该说那个地方的位置是以前的天主堂附设幼稚园。哦。那后来因为闲置，重新活化，然后有开过意大利餐厅、中餐厅、茶艺馆。那后来又闲置了，所以我因为窑到那边，村长就说：“这边没人要来看，你要不要来？”所以我是因为窑才到那边。开了店才认识历史，后来发现故事比老街精彩。故事比老街还精彩。那一般现在老街去玩，大概都玩什么？其实大部分商业模式已经都是吃吃喝喝逛老街啊。对，但是如果你慢慢品味老街，其实也是可以逛很久，因为它光是历史建筑或者是一些人文背景都可以讲很久。没错，这么该不按用讲，因为啊，虽然呀小梁去做披萨。做披萨其实同高雄来结合哦，有一台披萨跟 QB 很多神父披萨。对，我想要很好奇，是因为在教堂，所以要特别给他一个神父披萨的名字吗？所以一开始的话，是因为当初是卖披萨，后来发现故事很精彩，因为这个教堂的位置本身是湖口车站，那车站搬走，意大利的一个神父叫满斯谦神父，他们家是变卖田地，把钱从意大利送来台湾。民国54年盖好这个天主堂，还有附设。民国54年。对，然后还有这个幼稚园。那因为刚刚讲这个神父是意大利人嘛，对。那他来我们客家庄，所以他要学客家话。我以为他来台湾做披萨。没有，他学客家话。他要学他不然我们客家人唐姆生啊，对，所以他就要学客家话。那他为了以后的人。可能别的神父来也要讲客家话，不会讲怎么办？他就跟那里的人一起编音课字典，所以不会讲客家话的时候就可以翻字典。那后来又发现这个故事很精彩，所以我们又刚好做披萨，神父又是意大利人，他把西方变东方，我们就把客家变披萨，所以我们就做了神父披萨。哇，好可爱哦！所以这是有一点点像是要跟这个神父致敬的感觉，就他来这里跟我们学了很多东西，那我们也跟他学习，没后做披萨。但是听说在配料上面有一点小小的巧思，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口味要做比较特别嘛，那我们在客家庄用客家口味，那其实像国外会有什么
酸菜啊，德国酸菜，或者是有那个像辣椒也会用那个墨西哥辣椒啊，那些卤味嘛，他讲咩青岛卤味东西。对，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们酸菜，我们客家酸菜就很好吃，所以我们就把酸菜披萨加猪肉，就变成神父披萨。那我很好奇耶，客人也会问说为什么叫神父披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客人介绍这个故事，也因为这样就可以开启一个话题，这样。你还要当导览员就是了。对，就有时间的时候都会帮忙介绍。我觉得很搭哎。它里面是酸菜，还有我吃到那个肉是猪肉。哦。我们用那个台湾的棉花猪肉，对，然后再加洋葱。我们其实这道菜其实没什么，是因为我是客家人吗？我觉得好好吃哦。有可能，因为其实很多老人家来吃也是之后再买也是买这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比较合他们的口味。但是夫客嘅老人家會好食披薩冇？一开始是没有啦，后面是慢慢有知道，因为一开始大家听到觉得是以前吃美式披萨比较不习惯，对，其实是饮食的问题。其实说爱没有另年嘛。那我爸爸妈妈吃披萨，他们也不见得习惯，就不要说意式披萨，连美式披萨他们可能都不见得习惯，所以一开始他们也是会觉得，这个是卖披萨，老人家会吃披萨这样子。一开始老人家是根本不会吃，很多是家里的小朋友带来，然后后来吃过之后变成他自己来，或他带他朋友来。对，因为口味他们是比较习惯的。因为有客家的咸菜，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认真的在品尝一下，吃到唔但像黑爱客家饮，不送爱好吃披萨，是因为整个味道变得很融合。虽然咸菜黑嘞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但是因为嘎那个披萨的焗烤的那个奶香。你就会觉得好像把它们都融在一起的感觉，很好吃。古时候你看一类东山切蔬菜福口肉鸡，虽然大家没对伊按寿司，不过迄讲你来到亚的蔬菜做得行行了了，可同其他肉鸡无同样嘅蔬菜以外，还有其他色到好食嘅披萨哦，还有等等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間披薩店。一間披薩店嘛，當天撇嘅係幾多福口肉雞，韓國係啲咧，大家去到福口肉雞，咩親手行落去嘅蔬菜，就係福口肉雞一條嘛，加下嘅小梁有講到，福口肉雞一條，頭前有嘅三年薑，後背有一個甜豬頭，大家都三年薑嗰邊行啊聽聽，韓白迄個時間做得行到後背嘅天主堂，記得要行落去哦，因為應該講，它就是在天主堂，你們的店就是在天主堂裡面有一間小窩口，一間披薩店。韓國一間披薩店，咩係因為我覺得算是一整串因緣聚會。所以小梁来到这个地方经营这一间披萨店，然后去了解一点高筒的故事，然后还把它跟自己的披萨结合。然后刚刚有共斗嘛，有一个满4000神父都底度，而且咧二太年人，唔过佢呢度愛啲客家中傳教嘛，愛同大家講福音嘛，古時候佢必聽說愛學客話啊，所以他還特別跟很多人一起編轉了這個。客音字典，然后这个客音字典，然后它是这个写的目标应该是给之后来的意大利人，只要懂英文，懂英文就可以，用英文去编。哦，这还是手写的耶！我看一下它这里写什么 ，Adam 亚当，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应该看比较生活的，比较生活一点的字眼？哦，杭真 gay， 而且它是写客家字哎。它还有 gay 耶，对，它就是有把那个形容的声音都写进去这样。哦，然后还有拼音写杭真，杭金改，它是写海陆腔。它是用罗马拼音去拼海陆腔。对，那前面很像是有它的音调可以转换。对。个李敏杭真改，所以它这个写的字典是写这一个英文的客家话，用版通。
然后这个就是给后面迄讲看英文爱学学法英语，就都得看日本来学学法。对。那这个是你怎么拿到这本？这个应该很珍贵吧？最一开始是因为一开始单纯就是开披萨店，后来发现故事很精彩，然后发现这个神父呢，其实他是满世谦神父，他为了传教，然后为了说以后的人呢也要学客家话，就跟这里的人一起编音课字典。那蛮妙的是后来是发现。结果编字典的其中一个是我的叔公台，他也有参加这个行列，但是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边对我来说有点熟悉的陌生人。好，要唱一首歌，真的，我看一下。第一页，你说谁？你的那个梁木生，梁木生，叔公台黑吗？叔公台，但我也不认识他，那是后来才知道。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你叔公台？因为我们那个以前老街的老村长，他跟我们是亲戚，他有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说安家叔公台有天书变了10点什么？哇！所以你真的有意外找到自己亲人的痕迹的感觉耶，就是有点。就是有点熟悉啊！我以前是根本都不知道，到了那边才发现。难怪我觉得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自己的感觉好像蛮深刻的，对不对？对。所以虽然你不是在福口台，不过你还会对要到受差，尤其是天主堂这个地方，你会有一点情感在里面。这就是我觉得算是很核心的一个特色对亚给披萨店来讲。对，我是觉得我在那边赚到最多的其实是生命价值啊。我还要想说，DK 片穿懂多钱不是，是赚到很多生命价值，所以你也很喜欢那个地方。而且我觉得披萨 QV 蛋糕，其实小梁他也很用心去发想，所以一车就是很想跟大家讲故事，但在披萨他也是很用心在想，毕竟讲刚他颜色都也含出 QV 嘅披萨。但接下来我同大家来分享嘅係唐宫里面有客家小炒的披萨。对，有。客家小炒结合披萨会好吃吗？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做？一开始其实是很感谢那个客委会邀请我们去参加那个美食展，然后他们希望做客家口味的创意披萨。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客家小炒光是名字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有客家味，然后去研究了一下客家小炒是怎么做的。那后来发现其实客家小炒它是一个族群融合的披萨，因为它以前呢，我们客家小炒在拜拜，应该说以前拜拜的时候是没有加鱿鱼的。那后来是因为闽南跟客家通婚，那有回娘家会带闽南人靠近海边嘛，带鱿鱼回家，那拜拜就会有那准备鱿鱼就比较哈碰牌啊，后来就拿来炒，就变成客家小炒，所以又加了鱿鱼。所以后来就发现，这个披萨其实它本身是个族群融合，那我们才做成披萨，就是也很特别，也有客家口味这样。但是 in vitro 摆个炒牛就是有特定的时间才会有，就是一般老公就是拜拜嘛，会有那个神离亚的，会有这些三牲的时候才可以拿来炒客家小炒。所以你的店里面的客家小炒披萨也是要预约的，对不对？对，因为那个要前制作，要先准备，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有人预定，我们才会准备。它不是常态性的披萨，所以天使给条前观众朋友就会注意，有的位品相可能是要先预定的。那像这样子的披萨，它比较偏意式披萨嘛，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做比较我们亚洲人习惯的披萨。怎么说？因为我的判断，通常是我觉得美式披萨可能就是皮很厚，然后意式披萨就稍微皮偏薄，但是还是有嚼劲，所以我刚自动脑袋归类成意式披萨。那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如果是美式的话，就是比较厚，油会比较多；那意式的话会比较薄，但是它因为薄，所以它其实料没办法放那么多。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亚洲人吃没办法吃这么 Q，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类似用馒头的感觉，所以我们的饼皮是很容易咬断的，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这么 Q。所以你还有在就是为了这个饼皮再多做调整就对了。对，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在地口味的饼皮，那口味就看个人喜欢吃什么口味，我们就加什么料。那因为刚刚讲说，披萨那时候就是你有知道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窑烤披萨的部分。那窑烤就是懂你就是用柴烧的方法，跟人家没用柴烧我们是用那个龙眼跟荔枝木，那其实好高级的感觉，听起来很高级，其实
就是方便取得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性，因为龙眼荔枝木基本上不用加工，那他们也不适合加工，所以以前拿来做木炭。那现在窑烤披萨很流行，他们或者是烤面包也会用那个龙眼荔枝木，或者其实相思木也可以，因为如果你说用家具，它要防腐会刷油漆，那拿去烧就怕挥发。对，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找适合的，然后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就找龙眼跟荔枝。对。那不过你按用做柴烧披萨大概多久时间？这样算起来应该有11年了。有11年了，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用柴烧久了之后，会觉得它不太好控制？就是我是说，相较用天呢要有烤箱，因为现在烤箱其实越来越先进，或者是温度很稳定。没有想过要换成烤箱吗？那为什么这么坚持还要用柴烧？一开始其实也有想过，因为像瓦斯、电窑都是很方便。那柴烧呢，其实是比较有魅力啦，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其实都是返璞归真的。那柴烧其实很多老人家来看到都会说，哎。这个我以前我家里小时候也是，我该跳白无卡该走哈哟。我外婆我家婆说要不要帮你烧，我说死啦。他们都会觉得看到有温度，有想到他们的童年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柴烧它也是有温度的，是心里的温度。对，所以我们就还是继续用柴烧这样子。但确实比较麻烦，对不对？对，那就是经验可以掌控了。对，就是花时间花经验去弥补那些。可是你看，你会讲给有书会转来，然后太湿也不能烧，太大也不能烧，就是想办法呀，就是太湿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劈开来，变成小块一点，或者是平常把它晒干一点，可以的时候拿去烧这样子。浪漫派老板。没有啦。有人有去感觉吼，古时候厝底甲较因讲到啊，披萨都皮当个动用心，伫古斯当个动用心，口米当个动用心，韩国青江上会请一的有特色的食材。接下来这个我看到上面的配料，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意大利人可能会皱眉头。是皮蛋。对，这是什么口味的披萨？同大家说给一下。这个是那个剥皮辣椒皮蛋，还有剥皮辣椒。剥皮辣椒好像比较可以理解，因为它用熊料的一种嘛。但是皮蛋这个是怎么想到的创意？这其实是一个凉拌菜，之前我在外面有吃过了那个凉拌菜，其实在家大家也可以试过，用那个剥皮辣椒跟皮蛋，如果你还要加一点乌醋也可以。它其实吃冷的，不是冰的，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一个凉拌的感觉。那后来我们拿来做披萨看看。那烤过的蛋黄其实蛮香的，那蛋白会比较 Q。那剥皮辣椒其实有点类似墨西哥辣椒的感觉，但是其实你可以去选你喜欢的。有些人喜欢很辣的，但我们其实选比较偏甜的，辣带一点点，因为我们只要它的辣椒的香味就可以，然后再把它加一起，再加上 cheese， 所以其实我们的口味。食材本身就有味道，根本就不要再调味了。它其实是温和的，也是温和的味道。然后带哈咩黑番茄酱吗？对，番茄酱，就是算是番茄糊啦。我们其实就是用番茄加糖跟盐去调味而已，不用过度的调味。我觉得很好吃哎。古手像这样子的，食材的实验也是你自己的灵感发想，然后你去改去做生样。我们就是多尝试啦，反正创意就是这样嘛。你要跟人家做比较特别，那其实有些人会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意大利人会不会皱眉头啊？加了凤梨会不会怎么样啊？后来我发现。如果是神父应该不会，因为他都学客家话了。神父可以接受。对，我也遇过外国神父说，这个酸菜的好吃，他也吃过。现在里面还有外国神父吗？现在那边是菲律宾神父，但是剥皮辣椒皮蛋他们很爱吃。真的。对，就是看各地的饮食习惯。对，所以然后米西后也係講食材動用心，大家很係甘肅味道，好有趣哦。古時候你看哦，種食材就是按用做得做搭配，韓國加松也清祥人嘅故事，就變做要點點嘅清本人吃到懂中醫嘅一個特色咯。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動內容要同大家分享哦。
好，分享大家有阵都福起来咧，我是钟宇权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伫福口路街伫拄的天主堂顺风有一间披萨店。当时起个迄亚头家小梁有当到故事，都在同大家来分享。啊，不过其实佮青头白伫个合作披萨的时间，每迄头牙真紧呢，这是传统的披萨店里面学做披萨嘛，对不对？一开始你在学窑烤披萨的时候，也算是他们有做自己的创意啦。哦。也是有做创意，但是对披萨了解没懂到，故说今日应该放一篇理点，就会来请小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这些披萨是外来的食物，然后我们在经过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去把它做改良、去做调整，或者是融合自己的饮食特色进去。但是呢，东家披萨店底都会有看到一种 Q 名很多玛格丽特披萨。如果它下面没有注明 T 白色的话，不知道它上面是什么东西，就不知道它的材料是什么。那上来玛格丽特披萨还嘛该东西，总嘛该给我很多玛格丽特呢。其实玛格丽特对于一个披萨店来讲，就像是面店里面的阳春面，大家每一家都会卖。这么基本就对了。对。那这个披萨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意大利的一个公主叫玛格丽特公主，那她那时候呢，厨师要帮她准备吃的，然后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食材，因为很临时，所以弄了一个披萨。对，那披萨上面就有，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番茄，还有那个罗勒，或者是那个 cheese。那罗勒的话是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吃9层塔啦，所以我们用9层塔。那番茄的话，其实国外他们是用番茄糊。那我们其实台湾人比较喜欢口感，所以我们会切番茄片。那红色加上白色加上绿色就是意大利的国旗。所以就变成一个意大利的绿白红吧，对，绿白红，所以意大利人就是很喜欢玛格丽特。对，它也是一个就是的一个基本款，就像类似卤肉饭的感觉啦。哦，这么平民。对。哦，原来是按呢。古时候汉白太改就低哦，玛格丽特就是一个有tomato，有浅茶，台湾呢可能吃到比较多9层塔，对，而且味道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也是台湾人都会调整啊。然后韩国有 cheese 呀，就是同意大利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披萨了，对不对？那其实小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除了有这样子比较传统意式的口味之外，你还有哪一些口味，或者是哪一些季节限定，跟大家稍微分享？比较特别季节的话，我们是冬天会用地瓜加糖，就是变成焦糖地瓜。甜咩？当甜点了是不是？好难想象哦，这个客人的回馈是什么？我很好奇。客人回馈吃过，喜欢吃的人就是期待下一次冬天再来了。对，因为它地瓜我们是用那个比较软的地瓜，对，然后后面再加焦糖酱，所以其实蛮甜的，吃的是老实说是有点罪恶感的。但是甜点就是要有罪恶感啊，对不对？甜点就是够满足啊，蚂蚁人要觉得开心啊，这才是甜点啊。所以我有甜美口味，还有吗？还有其他特殊的口味吗？其他的我们还有那个珍珠麻吉披萨，它其实是用我们发想是像那个我们吃七霸的时候，用那个麻吉加花生粉。对。那我们要做成披萨，就变成是基底就涂花生酱，然后再加麻吉。我流口水，我刚刚在吞口水，因为反跳同七霸就是我们汉营就是轻松吃亚种米西嘛，对，反跳粉七霸加了珍珠，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小朋友也很爱吃。对，这感觉很赞。这也是季节限定吗？那个没有，那个是常态性商品，所以要不是猪本呢，就是我现在去都会有。对。哦，所以有甜的披萨，虽然根本也冇带来，不过汉白做的去点的地度来吃吃看呐。我很期待，如果可以去现场吃的话，因为就像刚刚有同小梁分享过，吃到个披萨的皮，我觉得这个皮是很好吃，而且就是我想象是也就给狼态的，但是还是这么的好吃，它也不会因为上面水分过多湿的。我有时候吃台式的披萨就会比较担心食材太多，然后就会湿的，就不太好吃。但是那个面皮也 Q 感，
真的很好，非常好吃，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去店里面现场来吃这一下。跟刚刚有讲到，太阳可能做的去吃正餐，还可以配个下午茶。那下午茶就是会需要配个咖啡，小凉点烘没有咖啡好生。我们是用那个。其实我们有意式跟手冲啦，但是夏天比较多人会喝那个冰滴咖啡。哦，那个很花时间呢。对，那是蛮花时间。可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其实你选你喜欢的就可以。那冰滴它的特色在于说，我们会把它做发酵。发酵？对，发酵就是它会说起来至少要2个礼拜以上会比较好。你说你滴完？对，然后要用可以完全密封，我们是用血清瓶。什么？血清瓶，血清瓶让它的味道不会跑进去，也不会跑出来，是医疗用的那一种。哦。但也有人会拿来喝饮料，可是它味道就不会，因为如果我们一般家里的话，你说那个一罐下面椭圆形的血清瓶是那个东西吗？就是这样，大概长这样子，上面蓝色瓶子盖子这种。对，然后它的好处是你别的味道不会进去，它里面的味道也不会跑出来。那这样这个发酵期间要冰着吧？就冰着，会冰的。对，冰着，对。所以这个是2个礼拜前的咖啡。是不止啊，但是我是说要发酵2个礼拜，至少要发酵2个礼拜以上。那每一个咖啡豆它的喝起来的风味会不一样。那现在喝的应该是耶加的，就是非洲的，它就是比较，好好喝哦，它的果香有保留住，但是因为冰滴鼓手它的咖啡的浓度是有的，就是它有被萃取出来。对。然后因为我是爱喝浅焙咖啡的人，鼓手爱啉浅焙咖啡就会，因为豆子烘焙的焙度比较浅，所以有时候会喝不太到咖啡的有一点苦的味道，苦的味道出不来，因为焙度太浅。但是用冰滴的方式，它有一点像是浓缩，用很慢的时间滴。可是都亚米西浓厚，但是就是它同时有苦，但是也有酸的味道存在。它冰滴其实有几个关键啊，一个是滴的时间，还有粉跟水的比例，然后后面才是发酵的时间。它还有一点巧克力的味道，因为它比较，毕竟它是农产品，咖啡其实它会，就是要有那个咖啡味啦，应该这么说。好香哦。对，但是每一家的咖啡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它的烘焙程度，它要把咖啡豆烘熟、烘透，对，它才能比较可以呈现它的风味。我觉得这个豆子真的很有巧克力的味道，好香哦。每个人的感官不一样，所所以不一定啊，就是看每个人啊。好好喝，那南国一比呢，这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是哥伦比亚的咖啡豆，对，可以喝看看。它其实先不要讲，但是酒味，对，还有酒，很明显，而且是橡木桶的酒味，真的是厉害。它就是，其实它是哥伦比亚的，它有一点带有葡萄的味道，但是它里面是没有酒精的，它就是用它咖啡豆本身的味道去发酵，但它本身冲的时候是一点点淡淡的味道了，所以喝起来有些人会觉得是喝酒，可是那不是酒。真的是有跟就是橡木桶那个木质调的味道，好特别哦。对，就是夏天大家蛮爱喝的。你有试过就是你发酵以前同发酵以后，发酵前发酵后的味道差多少吗？发酵这件事情应该说。它有时候因为毕竟每一批次的咖啡豆也不一样，所以不见得会是一样，因为浓淡的问题。那发酵后它会比较有那种，怎么讲，韵味嘛，比较重，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还是要给它发酵。就是好的东西，感觉就会爱时间，对，去让它发酵，不管是实际的发酵还是心理的发酵，那是一个感觉。就像做披萨很会坚持要用柴烧，然后想要保留这个天主堂给不单给故事，就是小梁感觉是一个很喜欢老东西说故事给人演。那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点刚好有讲到做披萨差不多有11年的时间呢。因为按多年有冇讲你可以点请印象当成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冇？比较影响比较多，应该说感觉的话是，其实我们开店到现在有3天是完全一个人都没有。只有3天啊？对，3天。可是你运气太好了吧？就是那边就是很神奇，就是不管怎么样，天气好坏你也完全无法预测。也有刮风下雨来了一堆人，然后连大家都怎么这么多人，也有那个马路封到我们之前那个
老街它那时候重新整理，我们3个路口全部都被围篱围起来，然后还有一堆人来店里，但是就是难以想象，也有那种好天气一个人都没有，也有这种时候。那我们开店到现在有3天是一个人都没有，有一次是因为我们自己准备不够，因为我们是柴烧，所以要花比较多时间去升温度。那时候客人他其实11点就来了，但是因为我们时间还没，温度还没到，所以没办法给他，那要等1个小时。他说他不能等，所以我们那一天就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要满1周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那里有一个规律，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个人，所以我都叫我的亲戚朋友说，你们都不要来找我捧场，因为一定会有一个人来这样子。那结果那一天就是我就有这种心态，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客人我就跟客人聊天，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就说那可能就是要你重新开始。后来我就发现这是我心态不对，因为我有点摆烂，那我就调整心态，然后就觉得说我这个可能刚好在教堂旁边啊，就是被神父发现，老天会告诉我应该怎么走，对，但他没办法直接告诉我，你只能用心感受，对。然后还有一次是那时候我们那边有一棵榕树，它已经挂掉了，所以要做大修剪，所以后来我发现那边很像都有一点连结，那边可能简单讲就是像他动手术啦，所以我们那天就完全一个人都没有，就是大概比较特别是这3天。然后如果说还有别的影响我比较多的一个故事，是我在那边遇到一个老人家，大概80岁，他叫罗贝贝，然后罗阿伯啦，罗阿伯，那一天他就来看天主堂，然后我就问他说在找什么，然后要不要帮你介绍，然后他就说好啊，你帮我介绍，我就跟他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他就说，年轻人，你刚刚讲的我都知道，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你不知道的。我说我就问他，他就说他认识当初盖教堂的满世谦神父。对，然后其实他们国小的时候有遇到，但是是在关西。然后他说神父很照顾他，他今天是一个感恩之旅，想要知道神父去了哪些地方。那他其实后来有找神父联络的时候，他发现神父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去哪，也不知道他的墓园在哪里。后来那边因为我们老湖口天主堂现在是一个文化馆，是大窝口促进会跟那个天主堂做的一个文化馆。那后来发现上面有写说神父他的墓园是在彰化径山，他就说他觉得很开心，今天知道神父最后去了哪里，他就说可能有机会我会来跟你说这件事情，他想要去跟那个神父说声谢谢。后来隔了1个礼拜，他又来找我，他就说那个他去找到神父的墓园，跟他说声谢谢，然后再把这件事情再告诉我。后来我就觉得，有一个神父可以在他心中至少60年，他都还记得。他也不是教友，他只是觉得说，神父以前年轻照顾他，所以他也很感动。所以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在那边也是学到很多生命的价值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有感觉，汉白有机会哈，真紧做在幸福客路嘅请小梁，听他好好的说故事，设计个披萨。今日什么小梁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嘅舒快休息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